今天来到深圳西乡北帝古庙，听说这里求姻缘、求事业、求子都特别的灵，但我只喜欢求财。顺便来拜访一位龙狮界的大佬，听说特别的神秘低调，真心紫元堂。我玩其他出生人，我98年入行，1998年。98年。係啦，我接觸龍獅98年到依家啦，27年啦。哇，20幾年啦。27年啦已經，呢啲話紙原款。紙原款。係啦。年前嘅款，10年前嘅作品。一收藏級㗎啦。哦。係啦，呢隻嘢一般唔會攞出嚟嘅。哦。啊。睇都冇嚟睇。係啦。係屬於客家麒龍。傳統款上邊咧去升級就改咗好多嘅刺。個鼻啦，改咗刺啦。咁就會顯得立體啲啦，咁仲有佢嘅角會加大咗，顯得佢霸氣啲，同埋佢啲旗加多咗幾排，每個旗上面都加咗啲倒刺，係顯得佢比較霸氣啲。隻眼呢度呢啲咧係花嚟畫上去嘅，咁我就將佢做成立體，係咯。哦，明白啦。不僅麒麟帥，黑金系列的石頭一個比一個能打。紅鷹咧，點解呢條紅色咧喺牙呢度嘅？一定喺牙度嘅，因為呢啲係代表血嚟嘅，即係佢牙有血。我打得。